好，来，刘老师，各位同学，或许小小分享啦其实咱电老师拄则甲互我讲咱讲翁仔某之间会相搭水果的啦或许是好像比较袂啦，因为安那互我拢会想讲互我有影有甲亲人拍一个分数，互我感觉以伊的收入来讲，其实互我家己拍98分，为啥伊会扣2分？因为第一，他不喜欢做家事。第二，伊爱看影片，所以伊家己的时间伊若下班了后，伊就会看影片跟不爱做家事，所以互他家扣2分，98分。那或许家己家己拍几分，其实互我感觉讲，以我的收入啦，我的收入，互我家己拍59分。对一个59分的人来讲敢会含98分的人搭水果？该含你讲有啥代志，就是含你有计不会啊，因为我们的修辞都比他不好，所以这嘛是啥物功夫啦。那电话师今仔讲来讲，一切法拢是一个上延伸演变啦甲咱着爱理想，因为咱若无理想，咱就袂深因。或许感觉讲这个理想对或许来讲很困难。为什么？咱若听到一句话，咱无介意的话，我们就会起心动念。为什么？因为咱拢会互迄上坎的走，咱拢会甲假的当做真的，对无？所以讲咱会甲假的当做真的，咱就会定定就是，心里就会有烦恼啦，就会有执着，一有执着有烦恼，咱就会有挂碍啊。我们心就不能达到平定心意，但是今仔日或许是来学习啦，听一寡古话，就是讲，我们要从哪个方向去修持，其实互我真好做。咱讲真正，你达到像刘老师讲的讲，啥物是实相，啥物是假相，嘛是借着这个《金刚经》来练习讲，我们要怎样？就是甲咱的心，互咱的心开去智慧，真正去体会到讲圣人讲的，一切有如幻，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咱爱依着迄个观，就是依着咱的真主人做主。这才是咱修办道应该爱的心，去加强的功夫。或许学习对吧？这些阮聊了差不多你甲咱分享你甲恁太太拍几分？可能你甲恁太太拍袂过低啦，我甲阮太太拍袂过低，所以我甲阮太太还有拍7分，所以我才会拍。当然这嘛是咱学生的对象所以咱一个人太有自我。还有自我，就是那个自述主席人家一个主席的我很了不起，我不简单，你才不会安装，你才不安装，现在呢，那要求别人安装，因为你个你都想你看到，另外讲派几分59分嘛你妈92分嘛，恁太太来拍92分，太太讲拍这个分数来太认真了，所以阮太太讲这个分数拍太认真了也是这个是一种勉励的是一种方向，是一种方向。对我之前讲一共应该差不多59分，59分但伊含98分呢？阮后生甲阮祖囝两个考试，阮祖囝考98分，阮后生考59分。我较容易向阮查甫你才考98分尔，你无考18分。甲伊讲者爸妈
我可能考，又不要差点，这是逼人的责任，跟谁啦？先把自己放下，给放下，放下。这个主心，你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很了不起，贬低你自己。当然，对自己的接纳，啊，那就想要放下。这个放下，被谁是放下？讲下来，我这个放下不是那么简单放下。我这个你看放下很简单，我这个心没放下更加简单。你悲伤的他们带来的差，我那快递包的包好的，那快递包包有牌，然后到外那里，我牌迄个对个，牌迄个那牌去寄那我牌到什么那牌，伊个包那个比我牌寄那个，我牌我，比我牌是包是哪包，我的寄那个别别寄，我派车别大朋友牌是包是哪包，那牌。啊，这就是那，这就是我们不承担的哈，自己不承担的啊。因为其实这个物件当中嘛是排家己的物件，咱要叫别人排物件，咱人唔通排物件啦，你听无？咱要叫别人排物件，哦，别人排物件是做因生的，哦，咱讲排物件是做通好的，哦。你讲排物件会用习惯的，哎，放排物件会习惯的。排人的。当然讲排物件习惯，所以讲有些拢排是几公斤，是拢排唔透水平哦。我逐个拢爱做去。伊讲，既然那可以排去，我当然来排去了。我惊我这60-70公斤，我都拖袂上去，我排包到包就排去。已经，登山的高手哦，排得练。我是做比喻啦吼，比喻。伊咱人就是这，你记住。若是人唔甲你排呢，你不来排，你嘛爱来讲。但是呢，所以不承担无名之起，无名之起，无名之起，迄个不满是造成。今日不满是啥物？迄个不满是因为咱家己的物件咧不满，唔是咱排别人的物件，是咱家己的物件，咱家己唔排了别人排，咱别人排咱不满。那个无名，有道理无？那个无名。咱家己今仔日来，咱家己的物件甲承担起来，咱有要去害人物件，这无这个物件啦，没有这个自我，所以你做这代志当中，就是讲对自私、自我、自我、自私，很多的傲慢都从这里跑出来。我能啦，我能啦，我慢啦，我是啦，你看，现在那造，希望这当中，你连这个心，你离开现在一个我，你离开一个我，真正这个不是来看，这个不是简单，所以我咧写简单，你到这个我，虽然讲讲拄着你就知。我拄着拢唔知，拄着你就知，是毋是安尼？咱拄着了后，无明好，就尾当去想着，想着袂歹吼，若想袂着，该咱去欺负着我，今日我唔对，所以今日一个人当中吼，咱所以反省，咱想要反省，这个反省，咱一个三性五性就是这个反省。咱当下，咱做些代志拢是当下处理，做些代志叫当下就是延伸嘛，当下就是延伸嘛，而且呢，你事后发现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问题当下发生了延伸，你事后发现。了了发现了，这个问题你事后了了发现，我先发现，是咱跟他反省的意思。咱反省的能力不出来，是我，你已经发生了，
发生啊，代志已经发生啊，安尼叫怎啊？已经不救了。已经代志发生啊，代志已经拢出来，所以你为这当下的延伸，你事后就是来讲，机会市民已经事情已经出来了，这个出来了后当中，你挣到安尼到上，你挣到无底，所以这个叫做贵体。所以跟这个来用，这个事后的力量，你当下没有，当下你这当下当中你过不了，你活不了，你说啊，面对，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咱人唔对这是唔对，就不对，正甲对你听，这是必然的。足济含修，咱讲习惯，真的，大和尚，习惯脾气大。以前有大和尚，所以这个物件，咱修，咱愈坚固，咱来愈注意。我想，咱领导人，这是咱一想的，还会得敢改。其实，我们凭良心讲，咱你修行到这个时候，你修20年、30年、30年、修50年也好，咱家己人生，咱成长偌济。我拢一直发现这个我家己成长偌济，这才是真个感悟。你这个感悟，你家己有感悟，你有没有发现？咱家己心点，咱家己就拄则讲聊59分，差1分就及格安尼，差1分就及格安尼。你若发现50分，差1分就及格安尼，对不对？我若再加这油嘞，10分及格。还勉强阿罗汉。若我今日我若我唔知我59分，我今日要及格啊，对不对？我这个放弃，也变成那么的57、59，往下，安尼做遗憾，我遗憾。你若未去发现你59啊，来就去或者。对不对？重点是这59个在当中，你是你的家，你有发现的？你有发现了没？有没有发现？咱拢以前无发现，拢以前去迷失去。你习惯已经习惯了到尾来，你控制，因为为着一个计较，为着比较，为着生命。你迷失到最后迷失，咱想讲一句话，功亏一篑。这个得因为存一个本机，存一个本机本里头的，差这个尔，你甲放弃，你甲放弃，可惜真正可惜。虽然袂紧，时间啊讲到这个所在，咱来已经10点这个所在，最后各位感谢，今天给你们好，谢谢哥，谢谢。感谢点头师慈悲，全道鞠躬，分道鞠躬。一般下午中央礼贤3鞠躬，全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头师慈悲鞠躬，分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头师慈悲鞠躬，一起持教。下午将50名3鞠躬，全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教全人鞠躬，送驾点头师鞠躬，分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教全人鞠躬，送驾点头师鞠躬。好，大家晚上好。我的点头师晚安，各位天使晚安。他们。